伫咧旧历嘅7月初9，台南宁这地拢会固定举办高平节，伫安平运河边啊搭高平徛灯具，过用白布对高平顶悬的香碗倒一路丢到运河内底，代表巡逻，被接到大江好兄弟上花，接受到用世间民众供养。这款祭拜方式真有人情味，咱做回来看。 长长的白布对高公尺悬的高平垂落来，一路延伸到运河内，这号做巡逻，是咧带老大公上花。白布两边佮检插香，就是要邀请各路地好兄弟啊来领受贡品。台南宁这店举办高平节，逐档固定伫咧旧历7月初9来举办，到今已经有171档的历史。不过这甲其他地头的唱歌完全无共款。一般讲3年哦，阮怎啊来下愿，所以。 自较早都无迄个唱歌的仪式啊啦。这条布桥吼，为海面运河底牵引遮好兄弟仔起来。主要是咧祭祀这个老大公伯啊吼，来感谢着老大公伯啊，当初会斗3工。用4支条啊大的平，买外2层楼悬，详细看4角条有白猪只甲硬菜，袂方讲猪只代表大礼意思。那放硬菜都希望好兄弟仔食了就通走，唔通留恋。另外，高平顶毛民众做的各种歌唱真澎湃，甚至个传烟千滴来普渡。 清朝时代南部啊吼，物件啊吼，这制品啊，拢是用贴的尔，无高浅，有高浅是北部主要，所以上重要就是讲安平林这店，这个可能是南台湾唯一就是这高浅的所在。了解了之后，才发现原来台南的各个地方的历史很多都是有脉络的。 第9个高平节仪式，庙方指出，上主要是饮水思源，感谢过去先人为这块土地打拼甲付出，同时这嘛表现出台湾人对因的敬重。记者新闻台南采访报道。